修河港电当推开始，当通，祝贺开港平安，万事吉祥。台南市长黄伟綽、立委林俊宪以及多位在地民代贵宾摕着钢锥仔、钢项涂骹，向经济栋建兴红楼要来正式进行修护工程。这已经是有100年建筑了，在1919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年了哈。那中间也经历过担任过小学，也担任过市政府，那也现在成为国中的行政中心。那在23年担任是在总共有23个年头担任过台南市政府的行政中心，所以呢，我想说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、非常有价值的建筑物。修护工程总经费1亿2900万，其中文化部补助6成，市府负担4成。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以及国际修护以及再利用办法，作为修护工程的设计理念，希望会当恢复早期的样貌，预计伫114年完工。本年度我们真的好高兴，台南市政府以及文化部看到建兴国中亲师生大家殷切的一个期盼，动资经费把它修复到1919年的历史建筑样貌。其实若无讲吼，嘛足个人唔知影讲建兴国中内底有这种真有意义的构想。各位可以想一想，104年前就盖了这栋建筑物，100年来风风雨雨、地震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哦，它仍然存在现在呢，我们要让它可以在未来的100年继续存在。这栋红楼见证了建兴高中8栋外来的成长，是学校上重要的文化资产。未来修复完成了后，除了提供师生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，也将成为台南市的历史代表性建筑。台南新闻杨尚怀采访报道。